我立马就跳出了车，跟他正面刚。那时我心中就只有一个信念：正义战胜邪恶。哎，桑爷，你慢些走，交给我便好。多谢。桑爷，你怎么不多休息2天？今天就来了？多休息2天干嘛？要给偷袭我的人找脸啊？所以我说嘛，不要太过于招摇，小心遭贼人惦记。论招摇过市，可没人比得过你宋家吧？就是，桑姐，你前几天就应该找我算一卦，我早知道你有血光之灾了。就你那龟壳，什么时候算出个好事儿？对，哎，桑姐，快跟大家说说，那天晚上你是怎么逃过一劫的？啊，对，想免费听说书？哎，想一想。过去。那可是一个月黑风高夜啊！我正在车里打盹呢，那个贼人他嗖的一下就从竹林里面窜了出来，一招就把车夫给砍倒了。然后呢？我桑琪是看得上这种下三滥偷袭手段的人吗？我不是，我立马就跳出了车，跟他正面刚。那时我心中就只有一个信念：正义战胜邪恶。哇，厉害呀！厉害！行，走。啊，我没讲完呢。讲到哪儿了？都已经上课了，还在这说书？课文背完了吗？四爷，桑琪，那晚发生的事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了。知道。快去吧。先正而后。